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猫。那么我们在前期给大家推的 GRT 呢，那么这里已经是到达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涨幅了。那么我们从此刻开始呢，就给大家去讲一下为什么会前期可以做到一个山寨币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成功性吧。首先呢，是在前期呢给大家去讲过整个行情的一个山寨板块是有行情轮动的可能性。而且这种轮动的一个资金量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先从刚开始的以太升级板块，再到后续的一些 APT 啊，中间轮动到的 AR 啊、Web 3.0啊之类的。所以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去盘点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抓单日涨幅20%多的币种啊，因为今天这个前期给大家提到的这个几种不错的这个山寨里面。就刚跟大家说完，在昨日提到了 HOK 跟 GRT 嘛，所以我们今天就拿这几个币种去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呢是整个市场上呢，前期的一个 GRT 呢，在去年的一个布局，其实还是主力就已经开始有在做了啊，主力其实就已经有在做这件事情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2022年的5月呢，其实主力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杀以后呢，在这里有一个接货，当时运营成本是在0.12、0.13左右。那么随着后续的一个 FTX 事件出了以后呢，大家也会发现啊，其实主力在过程当中呢，一直都是在有一个填满仓库的一个这样的动作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很少会有在底部下杀的时候有特别大的成交量去专门的出货。那么整个主力后续的一个运营成本呢，基本上也是抹在了0.655左右，所以说其实主力的成本一直处于一个蛮低的状态。再加上前期的话呢，因为也是我们之前给大家去讲过的一个量价分析，大家可以看到它前期的每次的一个突破都是很明显的一个放量的啊，都是很明显的一个放量的，所以说整个的一个 GRT 的每一段突破呢，也截止至2月5日这里呢，也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放量的一个拉升的。所以说，其实 GRT 到我们现在的视野来看的话呢，是可以一直去进行一个持有的。那么我们说，从这里开始呢，做一定的分批止盈的话呢，下一个目标点，也就是这波阶段的一个潜在高点要走回撤的话呢，我们大概是放在0.168以及整个0.2左右。后续的一个整个的一个0.168和0.2左右，那这就是整个后市的一个 GRT 的一个目标。那我们说 HOK 呢，其实在2月5日呢，也就是我们发视频的时候呢，其实它的价格也是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波动啊，就是连续的3跟4R级别放量拉升至4.1，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HOK 呢，我们说虽然它的一个热度和它的一个涨幅呢是不如 GRT 的，但是因为它的形态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状态。那么这里呢，继续去给大家去说一下，我们接下来未来还有哪些币种可以去爆发，或者说还可以继续去做一个更加深入的、更加深入的进场吧。啊，首先是前期的一些 LDO 这种板块的，就不要再去考虑去做一个明显的一个进场了。LDO 板块呢，就不要再去做一个明显的进场了，因为我们说这里有一个底部4R级别的区域支撑以后呢，LDO 其实它有一个高点啊，就是在2.4左右。其实 LDO 这里还是蛮危险的，它即便以这个4小时级别趋势回踩去做一个跳板，进行后续的继续拉升呢，它的一个未来的高点呢，就即便是突破了前面的高点，它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上涨了。啊，这一波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布局重点呢，首先是 GRT 跟这个 HOK 呢，我们还去继续去关注。那么剩下的我们首先说 AVAX，不是 AVE 吧？这里 AVE 呢，就是会有一个4小时级别的一个盘整的一个形态，而且它盘整的一个形态其实还是比较标准的啊，还是比较标准。所以说这里 AVE 的话，我们后续的话主要去关注它能否一直保持在这个4小时级别趋势线上方。如果能的话呢，我们只要就是首先就是在回踩这个趋势线这里面肯定是要有一个选择的。如果说直接进行三角形的是一个向上突破呢，啊，那就要考虑一个右侧的一个突破了。
到时候呢就考虑考虑直接上车。还有一个呢就是 C98，C98的布局和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空间呢也还是有啊，也还是有。C98这里我还是觉得可以值得去看一看 C98，这里也是不错的一个币种。以及我们说，嗯，前一段时间大家提到的 Matic，其实 Matic 也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涨幅，因为大家可以其实看到 Matic 它的一个估值和说它的一个生态的一个闭环的话，其实做的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其实它应该会涨到要比现在更高的一个位置的话，也是完全在意料之内的。所以说这里 Matic 的话呢，后续的话还是继续看好的，而且同时它跟 Bitcoin 的一个汇率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汇率也是会有一些比较稳步的一个向上在增长的一个情况，是一直可以处于一个跑赢大饼的一个状态，而且现在也是一个趋势一个低点的反弹。所以 Matic、C98都是接下来去布局的话呢，比较不错的一个币种。那么我们说，呃，整个现在的一个山寨板块的话呢，从以太刚开始，包括 LDO、APT 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每个板块接着轮动呢，其实接下来的话，我看了一下整个市场的意愿是针对 DeFi 板块以及说 Web3，甚至以前还有一些 NFT 或者是说一些 VR 板块其实都还蛮多的啊，但是希望大家也要擦亮眼睛，就是如果没有之前明显的主力进场的币种的话，确实没有意义去投入太多的心血。但是如果说是一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技术的一些视频啊，技术的视频里面呢，我们刚刚把整个量价分析都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讲解，在符合量价分析原则上的币种呢，也是我们非常优质可以去选择做的一个山寨。那么过几天呢，会有一些忙碌的时间，我们也会在大约在三天过后左右的时间呢，去给大家把整个山寨板块每一个板块，我们可能都会出一个视频去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讲解。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3天后的一些重要的视频。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各位。